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cott。天氣又凍翻啦，着多件衫啦，大家都。上次咧，我哋有個單位就喺黃埔花園完成咗啦，咁亦都有段短片都拍得，同事都好多謝公司嘅團隊啦，無論設計師又好，攝影師都好 ，even 我哋工程跟嘅同事都好，整個團隊無論施工同埋設計度我都幾滿意嘅。包括客人着嘅 feedback 咧，我哋都覺得喜出望外嘅，因為客人中間都有啲唔少嘅投訴或者有啲 argue， 但係其實佢後期了解到我哋嘅耐性，我哋嘅每次嘅詳細解釋係有 reason 嘅，咁呢個希望大家都去參考啦。咁今次嘅單位咧，我哋因應翻個熱烈嘅反應啊，同埋好多客人嘅諮詢，我哋年前亦都接咗個 case， 都係黃埔花園，亦都係要求賴厚豐嘅設計嘅。但係我哋唔希望 copy and paste 啦，所以我哋希望今次嘅單位係有唔同嘅呈現，有唔同嘅形態、唔同嘅設計。咁詳細咧，我都交翻設計師處理啦。今次負責單位都係司徒小姐嘅，咁等個現場再講解下俾大家聽啦，咁樣。首先一入門口本身就係客廳嘅空間，而呢個單位係一個鑽石型嘅客廳。咁戶主同我哋講，希望可以拉直客廳，想睇電視嘅時候唔使側住個頭。咁一般好多人會選擇喺電視機牆加一幅牆身，起一個雜物房嚟拉直牆身。咁做就會幫助啲陽光入飯廳位置，令成個感覺變得局促。咁我哋呢一次解決方案呢，就喺近門口嘅位置設置儲物房，將窗口同梳化呈45度角擺放，咁樣嘅佈局可以令到陽光灑落到客廳每個空間，反而令成個客廳顯得更加開闊明亮。同時咁樣嘅佈局可以增加一個玄關嘅位置，可以加返個鞋櫃喺入門口嘅位。飯廳嘅空間都做咗間隔上嘅改動。原本係一個緊廚，我哋希望可以再擴闊成個空間，所以改做開放式廚房。喺原本嘅間隔嘅牆身度都加咗 island， 可以增加佢煮飯嘅空間，更加方便戶主煮飯備菜。客飯廳嘅設計風格咧，色調全屋係以淺色為主嘅，提升明亮感。細節上面咧，門板加入骨線嘅設計，營造復古嘅奶油風。兩間細房都同樣以淺色為主調，因為本身嘅窗比較細，房比較昏暗，用淺色嘅話可以增加採光度。兩個房都集齊咗儲物、睡眠同學習嘅需求。主人房有原有嘅問題就係套廁佔用個空間比較大，收納不足。咁我哋改動嘅重點就係拆除個套廁，改為內置廁所，令主人房有更加大嘅空間。新增大型嘅衣櫃同闊落嘅工作台，滿足收納同辦公需求。改動咗套廁方向之後，廁所嘅空間都做咗改動。原本主人房廁所入面，我哋再偷咗隔離廁所嘅空間，做咗一個大廁所，一個細廁所。咁做嘅目的係希望將洗衣機同乾衣機都放返喺廁所入面，同時保留兩個廁所，都係因為佢哋家庭成員比較多。兩個廁所使用上會比較方便。Hello， 咁大家見到我哋啲近況咧，好似成日都同啲同事會翻去行下街啦、食下嘢咁啦。其實唔係嘅，我哋真係認真去考慮緊，將個整體嘅設計元素提升，唔係淨係我哋嘅 design， 係想個客嘅擺件家私都提升嘅。即係你哋想可能幾蚊買啲好撚柒嘅，唔係好柒嘅、好普通嘅嘢啦，譬如係啲餐台啊、梳化啊、床頭櫃啊嗰啲咁啦、TV 櫃之類啦。咁原來我哋發覺咧，國內咧我接咗喺廠房，我哋去到跟完去到廠房嗰邊啦，係好平，性價比好高，而質素亦都係可能香港講幾萬蚊，而國內可能講1萬蚊內嘅啫，唔係差少少，差幾倍。咁為咗整體想令我哋客戶個質素去享受多啲啦，性價比高啦，完成面更加靚啦，提高層次咧，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喺國內做好多 marketing research 啦，好開心嘅，都完成咗好多啦。咁嚟緊都會有啲可能新嘅 website 係專係 for 呢樣嘢去做嘅，俾大家去專係 for 我哋 customer 啦。首先係我哋嘅客戶啦 ，benefit 啦 first，咁就可以去選擇啦，同佢購買啦呢個。咁同埋點解會成日會上國內咧？因為其實我哋有啲 case 喺國內，係一間度假屋啦，上面積1200尺度啦，咁可以話係唔係一間幾多口啦，可以話幾多個 family 會翻去住啦，因為個度假屋啊嘛，度假屋組屋咁樣。咁其實個要求就係每次係12個人可以住到啦，咁每個空間都有唔同嘅風格啦，因應翻
咁我哋都覺得幾開心，因為我哋都幾大嘅發揮可以做到。係啦，咁亦都有另一間新中式啦嘅設計啦，喺半山1號啦，嚟緊都係大家留意下啦。咁都係值得好去欣賞同埋去了解嘅，即係我都希望公司係同時唔係淨止我哋設計師想提升，而係整體都想每個完成嘅作品，即係叫作品啦喺我哋嗰度啊，即係有個品味嘅要求啦，啊唔想係 copy and paste 啦呢啲完嘅。